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 Ampus 嘅優仔工房。由於啱啱一啲嘅新聞報道啦，英超球隊李斯特城嘅隊長華迪亦都決定咧球隊來季降落英冠啦。華迪都13年嘅球員生涯喺李城咧，亦都決定離隊啦。有感而發，同大家傾一傾啦。好多時球員成個職業嘅生涯都係踢一間球會，叫做 One Cup Man。但係定義咧，有啲又話職業即係一隊啦，有啲話青年軍都要計數啦，各有各嘅說法。但係咧，其實你睇翻近期咧，或者係而家開始咧，見到係越嚟越少嘅。點解咧？因為其實有好多嘅球員喺年輕嘅時間已經不停咁轉會啦。個市場亦都比以往係更加活躍啦，甚至乎去到好多時去到生涯嘅尾段啦，會選擇去舊時去中超啊，或者去美職啦，而家更加係中東嗰個吸引力好大啦嚇。啲南美球員，例如巴西或者阿根廷啲著名球員咧，喺歐洲踢完之後咧，球員嘅尾段生涯咧，好多時好興咧，佢哋好中意翻去母會嘅，即係翻去自己出生地，即係喺嗰度發跡嘅阿根廷或者巴西嘅球會，呢個亦都係常見㗎嚇。咁以往啦，即係可以同大家緬懷一下啦，啲 One Cup Man 啦，例如利物浦嘅加力查啦，謝拉特都算係啦，勉強嚟講，因為謝拉特亦都好多時話喺一個球員期間，好多大球會甚至乎皇家馬德里揾謝拉特都拒絕。呢個亦都成為一時佳話。曼聯方面，加里利維利啊、史高斯啊、傑斯呢啲嘅七小福當中啦，阿仙奴嘅亞當斯啦、巴塞隆拿嘅佩奧爾啦、AC米蘭、巴里斯、馬甸尼啦，以及羅馬嘅托迪，大家都有好多好多嘅回憶。而當中呢班嘅球員喺佢哋球會有一定嘅份量同埋代表性，呢個係毋庸置疑嘅。至於華迪，13年後啦，終於離隊啦。喺李城最神話級嘅表現就係當然幫李城攞到英超嘅冠軍啦。當年啊，華迪究竟去邊度咧？佢就未透露嘅，有冇機會去中東揾食咧？即係大家亦都拭目以待。但係華迪亦都透露咗佢心目中呢10幾年李斯特城嘅最佳11人，大部分都會即刻諗就係英超，贏英超當年嗰班啦。其實都係嘅，大部分都係嘅。龍門舒米高啊，右邊丹尼森遜啊，左邊係富治斯啊，中間就係兩個大舊佬賀夫同埋韋斯摩根，中場簡迪真和特，前面馬列斯、艾帕禮頓同埋佢自己華迪啦。但係中場有一個係唔係冠軍隊嘅成員，嗰個就係泰利文斯。泰利文斯就喺2019同埋2023年期間就效力李城啦。當中2021年嗰年嘅足總杯決賽贏車路士1-0，就係憑住泰利文斯嘅世界波遠射，幫球隊叫做捧杯。呢個亦都我相信係華迪心目中點解冠軍隊成員唯一一個例外就係佢啦。咁嘅原因，就會越嚟越少噶啦。而華迪亦都喺英超攞冠軍啦。之後當然就嗰2年就係啲班底亦都會俾友會挖角啊、四散噶啦。華迪就最後即係李城啲球迷咁中意佢，就係佢唔心動。阿仙奴啊，曾經有好多嘅球會亦都對佢好有興趣。華迪亦都講啦，由於我本身當年係踢啲較低組別，由李城開始冒起，佢有啲知遇之恩，所以繼續留守，其實都真係算係幾算係咁噶啦。13年後，華迪終於就離開李城啦，就唔係掛靴。我估計睇下會唔會喺其他嘅聯賽，純粹估嘅啫。喺中東有冇機會見到呢位嘅李斯特城嘅一代嘅傳奇射手啊，華迪啊嚇。都呢個話題都幾有趣嘅，亦都勾起唔少嘅回憶。傾住咁多先。嚟緊周6日呢個禮拜再同大家傾一傾英超嗰個嘅情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安博體育傳媒，下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